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2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1287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93天。根据一些观察家分析俄军正在多布罗皮利亚轴线上重组，可能准备进入新一轮进攻阶段。第15和第40海军步兵旅已重新部署至顿涅茨克州多布罗皮利亚至德鲁日基夫卡，可能是进攻的主要方向。第11旅和第76师的空降部队也被发现在前线，但其目标尚不清楚。与此同时，第70摩步化步兵师正从赫尔松调往巴赫穆特，可能是为了加强科斯蒂安特尼伊夫卡或西维尔斯克附近的压力。这个乌军第15独立机械化旅军官叫奥列克桑德尔·阿尔法纳西耶夫这名指挥官展示了一枚在顿涅茨克州波克罗夫斯克市缴获的一枚未爆炸的俄罗斯制导航空炸弹。通过这个航空炸弹他获得了叫通用规划与修正模块。根据模块上面日期判断它这个模块是2025年8月生产，也就是说这枚航空制导炸弹非常新鲜，也是刚生产完就被用到了战场。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实际上就说明这个俄军的库存基本上已经用光了，就是俄军基本上是处在一个等米下锅的状态。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俄罗斯目前的生产制造能力也很强，因为它还可以维持前线的这个火力的强度。乌克兰的第46独立空降机动旅的空降兵正在展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所谓被占领的达奇涅村的真实情况。此举与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声明相矛盾。这个格拉西莫夫前天会议上说俄军已经进入这个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占领了3个定居点其中之一就是达奇涅村。结果这个乌克兰人拍了视频证实这个达奇涅村还在乌军的手中，这个就打了格拉西莫夫大将的脸。当然了，这个格拉西莫夫一贯撒谎。去年乌军刚进入库尔斯克的时候，普京不就是紧急召集会议吗？这个格拉西莫夫在那会上说这只是小股乌军渗透进入库尔斯克，已经被他们赶出。这就是格拉西莫夫。结果这个战打到现在390多天了，乌军还在库尔斯克站着一块跟俄军在那儿周旋。当然了，根据俄罗斯方面说法俄罗斯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在俄罗斯国防部会议上做报告别洛乌索夫表示今年俄罗斯部队推进速度已经从每月的300到400平方公里提高到600到700平方公里。这个数字还是有点保守从300提高到600，但是每天要死多少人？平均一天伤亡1000，最后获得600平方公里的领土，这个伤亡也非常大。别洛乌索夫的这个吃亏就吃亏在没有在后面加个0，对吧？应该是按照绍伊古的做法，那肯定是每月从300平方公里提高到6000平方公里，对吧？后面直接加个0，对吧？这样的数字就好看多了。最近乌克兰武装部队再传捷报，主要是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克兰情报总局麾下的叫幽灵部队潜入新菲罗波尔附近的俄军空军基地，命中2架米8直升机与1艘拖船。接下来这个乌克兰情报总局公布了一段录像那就更为劲爆。乌克兰情报总局的这个自杀无人机纵横支撑熟练围猎，包括 S400 搜索雷达与多套远程暗防雷达系统。攻击这些重要俄军资产的过程中很少看到俄军驻地防空部队做出反击，而乌军重点清除俄军雷达系统，预示着不久空中或者有更大的这个火力要光临克里米亚，先把克里米亚的这些防空雷达给它摧毁，让克里米亚的俄军变成瞎子，后面再大规模的导弹击克里米亚的军事目标。泽连斯基8月31号晚上他发的这个视频宣布他说我们前线的阵地稳住了，更重要的是这是主动防御，我们每天都在消灭侵略者。这个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征调乌军精锐82空突旅、第93机械化旅以及亚速军团，及时堵住俄军在这个波克罗夫斯克制造了一个18公里长的口子，并围歼了俄军突出部。同时乌军115旅坚决消灭肃清渗透进入红军村市区的俄军部队。至此红军村失地全部被夺回，乌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这乌克兰武装部队胜利无人机志愿项目负责人叫卡亚表示，俄罗斯将在近期发动大规模进攻。有消息称俄罗斯人将在近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一切如常，保持冷静，并
并在未来几周内为前线提供更多的支持，输送所有必要物，尤其是顿涅茨克方向。这个和泽连斯基的说法也比较吻合啊。泽连斯基说，俄军已经在顿涅茨克方向准备了10万大军准备发动第2轮进攻这是双方在战场上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最近的这个外交战场主要聚焦在一个是欧盟欧洲这些国家他们的言论对乌克兰的支持，一个就是上合峰会普京的表演。我们先说说这个欧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也不断的要求尽快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同时对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发动的攻势发出警告。泽连斯基说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不断集结，根据今天上午乌方掌握的信息，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总兵力已达10万人。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将继续与欧洲领导人讨论所谓的类似北约的承诺，也就是安全保障8月31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欧洲正在就俄乌冲突结束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部队，制定相当精准的计划，作为对乌安全保障内容之一。冯德莱恩表示该计划将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冯德莱恩透露英国和法国领导的支持乌克兰志愿联盟近期举行了国防部长会议，就向乌克兰部署一支多国部队制定了相当精准的计划，其中包括讨论有效集结军队所需的条款。安全保障至关重要，绝对关键。冯德莱恩表示我们有清晰的路线图，我们在白宫也达成了协议，进展非常顺利。这个冯德莱恩还说俄罗斯必须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普京不会停止。欧盟国防工业计划投入8000亿欧元，我们的防御分成3个层次：乌克兰军队、志愿联盟、欧洲防御态势。我们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经济、军事支持。我们正在收紧对俄罗斯的制裁，特别是在影子舰队上。我们必须加强乌克兰的防御，并对自己的防御态势承担更大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推出8000亿欧元国防工业计划背后的逻辑。欧盟成员国将利用安全手段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业，这是一个双赢局面。我们可以投资无人机生产来改善我们的态势。乌克兰最强有力的安全保障是一支强大、装备精良、资金充足的乌克兰军队。乌克兰士兵战场经验丰富，斗志昂扬。第2项是自愿联盟工作，并得到美国支持。第3是我们自己欧洲防御态势需要改善。这个冯德莱恩说得很明白乌克兰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军队，那这个和普京所说的对吧，要求压缩乌克兰的军队规模只留5万人或者几万人的警察部队，叫去军事化，这个你看完全是背道而驰完全是对着干。志愿联盟不管你是叫什么名字总之美西方的军队出现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边界，不管你是干什么，虽然你也是叫维和，那这个也是普京不能接受的，因为普京打这个仗他就是要不想让这个欧洲和美国的军队出现在乌克兰，这样威胁到俄罗斯。当然这是普京的说法所以说冯德莱恩说的这3条哪一条都不符合普京的胃口，都是在打普京的耳光这个冯德莱恩还专门视察了保加利亚叫索波特 VMZ 弹药厂，这里大量生产炮弹，不仅用于欧洲的储备，也用于乌克兰的防御。战争刚开始时运送到乌克兰的有1/3来自保加利亚。由于这个冯德莱恩这个强硬的态度所以这个根据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是要去保加利亚视察吗？所以他的这个飞机在保加利亚因为特殊原因无法降落。这个冯德莱恩正前往普罗夫迪夫，准备会见保加利亚总理泽利亚兹科夫，并参观弹药生产厂。然而在降落过程中遇到重大困难。什么困难呢？据消息人士透露，在降落过程中整个机场区域 GPS 系统完全失灵，危及飞行安全。由于突发故障，飞行员被迫在机场上空盘旋了1个小时，随后决定使用纸质地图进行手动降落。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在该地区实施电子战的一部分。大家还记得这个去年阿塞拜疆的一架客机吧，在车臣降落的时候，实际上也遭遇了这一切就是电子战，最后还挨了1枚导弹。欧盟委员会代表阿里安娜·波德斯塔也表示，冯德莱恩的飞机遭受了 GPS 干扰的影响，并补充说，保加利亚当局怀疑是俄罗斯干预所致。尽管发生了这一事件，飞机仍成功着陆。我们再看看德国和法国的态度。这个德国总理默尔茨和
法国总统啊马克龙啊前2天在法国会面。随着媒体啊这个报道的越来越多，马克龙和莫尔茨啊关于俄乌冲突的看法啊也是越来越清晰啊。8月30号，法国马克龙和德国莫尔茨突然宣布启动核威慑战略对话。本来德国啊是指着美国的，对吧？美国在德国部署有这个 F-35，有核战术，也就是德国是享受的是美国的核保护。那现在德国和法国在一起啊，探讨启动核威慑战略对话，实际上就是德国恐怕要接纳啊法国和英国的这个核保护。也说简单一点，就是欧洲啊要自己保护自己了，自己看大旗。这种微妙关系大家也能理解啊，就是以往德国人是不接受法国的核保护的，德国也不接受法国的这个战斗机，对吧？法国有自己一套军工体系。那现在呢，德国和法国走到一起，最主要的都是因为特朗普要从欧洲啊转身离开。说白了就是俄乌战争啊打醒了法国、德国这些欧洲国家。作为欧洲的大国啊，这些国家他不能考虑啊，美国靠不靠得住，这个要打个大问号了。所以这一回啊，欧洲要联手搞欧洲核自卫。法国人家是独立的一套核系统啊，跟美国没有关系。法国和德国还真能联手，对吧？法国在外交上面，在独立自主这一块，在德国前面，但是德国在实力这一块，对吧？比法国要硬一点，所以这2个人叫强联手。也就是说，德国要转变思路啊，接受法国的核保护。在那个记者会上啊，法国总统马克龙啊，他警告说啊，如果普京在9月1日啊，实际上就是昨天啊，仍未确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就意味着他再次欺骗了特朗普。此前，特朗普曾为普京设下1至2周的期限，要求其拿出诚意。马克龙的表态凸显欧洲方面对普京迟迟不回应的不满，同时也传递出一种对特朗普外交判断的质疑，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外交这个，你们老让普京耍。如果普京不行动，法德2国将推动特朗普对俄施加制裁，以迫使其坐上谈判桌。德国总理莫尔茨啊8月31号说啊，他说鉴于战争通常以军事失败或经济枯竭告终，也就是有一方被打败啊，这个跟那个美国的副总统万斯说的可完全不一样。历史上都是啊，2国交战大部分都是有一方失败，或者是一方战争动能枯竭，或者是2方都在这种情况下战争才能停得下来啊。莫尔茨就这意思啊。莫尔茨认为基辅和莫斯科目前都未出现这种迹象，他已做好乌克兰战争将长期持续的准备。马克龙曾对媒体说啊，说普京是食人魔，这个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不满啊。这个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啊还回应说这个马克龙不礼貌。结果这个德国总理莫尔茨啊，他昨天啊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响应了啊马克龙所说的普京是食人魔，是野蛮人，欧洲门口的野蛮人，食人恶魔。梅尔斯还指责俄罗斯每天对德国啊发动这个网络攻击。大家看视频啊。Ce mot. Est-ce que vous pourriez utiliser ce mot? Oui, c'est comme ça que je vois Poutine. Il déstabilise des grandes parties de notre pays. Il fait de l'ingérence partout, dans les activités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notamment. Selon nos services de renseignement, nous savons pertinemment que tous les jours, il attaque nos infrastructures et que tous les jours, il essaie d'exercer une influence sur l'opinion publique. Donc nous sommes déjà dans un conflit avec la Russie. Mais la Russie est contre qui? Il ne s'agit pas de revendications territoriales. Il s'agit de déstabiliser nos démocraties. Et il faut que nous nous battions contre cela. Ça n'est pas seulement une guerre territoriale contre l'Ukraine. Poutine ne se sent pas menacé par l'OTAN. Il se sent tout simplement menacé par la force de la démocratie, de la liberté. C'est pour ça qu'il ne veut pas la voir à côté de chez lui. 莫尔茨说啊，我已经做好了这场战争将长期持续下去的心理准备。我们正努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但不会以乌克兰投降为代价。这个梅尔斯进一步说啊，他说乌克兰投降放弃，国家失去独立，战争明天就可以结束。也就是乌克兰投降的话，战争明天就结束了，但后天下一个国家就会被加入进来，也就是下一个国家就会遭到俄罗斯攻击，然后后天就轮到我们德国，所以这是不可行。也就是说啊，德国、法国已经清醒的认识到绥靖是没有出路的，达成一致了啊，这个仗就要奉陪打下去，一直要打到俄罗斯枯竭。这就是莫尔茨和马克龙2个人会晤啊得出结论。这个也正是特朗普不是白宫有高级官员放风吗？说欧洲
都有领导人破坏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恐怕说的就是马克龙、莫尔茨和冯德莱恩这些人。恰恰我认为啊，这是欧洲啊，人家清醒了。所以这个泽连斯基将参加于9月4日在巴黎举行的欧洲领导人会议，参与者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梅尔茨、英国总理斯塔默、北约秘书长吕特和欧盟委员会冯德莱恩。你看，就这么几个人，对吧？咱们在以前节目说过了，这欧洲只要英法德这3国抱团达成一致，事情就定了啊，其他国家纷纷到时候反对也没用，对吧？他们也只能跟随啊。9月1号，俄罗斯总统国际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啊，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期间未就与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举行会晤达成共识。乌沙科夫表示啊，到目前为止，媒体播出的内容与我们达成的协议并不完全一致。现在有很多关于俄美乌3国元首会晤，关于普京和泽连斯基举行会晤的讨论，但据我所知，普京和特朗普之间并没有就此事达成任何协议。也说来说去就是特朗普啊，你这个外交斡旋、外交宣告失败，打了水漂啊！俄罗斯的这个口炮界的天花板，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啊，又口出狂言啊，口吐莲花啊，说特朗普还活着，以及俄特别军事行动仍在推进，显然对于德法来说是个坏消息。此外，梅德韦杰夫还嘲讽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统莫尔茨是异卵双胞胎、稀有怪胎，并且嘲笑马克龙是公鸡，企图利用特朗普来勒索俄罗斯和普京。同时，更认为莫尔茨支持战争做法显然是渴望为历史德国复仇，完全没有汲取2战德国惨败的历史教训。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梅德韦杰夫啊多次啊对马克龙和莫尔茨开炮，并且认定啊欧洲国家领导人正在支持乌克兰继续与俄罗斯作战，让乌克兰人替欧洲遏制俄罗斯，并且认为这种做法也是在保障欧洲安全。所以俄方认为特朗普劝和促谈的努力一直无法实现。这个说法不准确啊，应该说俄方认为特朗普劝降乌克兰的努力一直无法实现，无非就是劝乌克兰投降。乌克兰投降了，自然就停火了，特朗普的诺贝尔和平奖就到手了。那么这个上合组织峰会啊，现在俨然有点对吧，东大搭台，普京唱戏的意思啊。普京在这平台上又是会见佩泽西奇扬，又是会见穆迪，还有这个亚美尼亚的总理等等啊，非常忙。普京给人感觉是可逮着这机会了。9月1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这个上合组织峰会时表示啊，解决乌克兰危机需要聚焦根源，根源什么呢？北约东扩，只有这样解决方案才能可持续、长期有效。这一表态说明这个普京啊又在掌握这个话语权啊，把侵略乌克兰说成是北约东扩。这个普京还说啊，乌克兰危机并非因俄罗斯的进攻而是由西方挑起的基辅政变所导致。普京表示啊，希望在阿拉斯加达成的共识能够为乌克兰的和平铺平道路。这个阿拉斯加的共识到底是什么？无论是普京还是特朗普都没有，到现在没有透露阿拉斯加到底谈的什么东西，什么共识啊？难道这个共识就是让乌克兰投降吗？这个印度总理莫迪啊，周一跟这个普京会面啊，告诉普京啊，说印度和俄罗斯即使在困难时也并肩站在一起。此前啊，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称印度总理是他亲爱的朋友，这毛病都是学的特朗普啊，逮谁都是好朋友。这普京还邀请穆迪啊一同乘坐他的这个豪华防弹轿车。穆迪说啊，即使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印度和俄罗斯也始终并肩前行。我们的密切合作不仅对两国人至关重要，而且对全球和平、稳定与繁荣也至关重要。这个印度啊，看样子还是在俄罗斯吃亏啊，还不够，上的当还不够啊。这个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他说啊，他说普京啊在大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说普京很少进行多日的国际访问，甚至在国内考察也很少持续多日，而这次在大国的访问将近4天，这说明在大国普京的确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太客气了，太客气，这哪叫什么宾至如归啊？这个摆明了就是到自己的领地上走一走。说了啊，这大国搭台，普京倡议，这不是什么宾至如归，这就是回家。反正那个黄河以北啊，都在这个胡锡进老师啊、家头啊这些黄俄的眼里，对吧？都是可要可不要的，送给俄爹又何妨？然后只要俄爹反美，为了反美大业，对吧？牺牲小我，没有什么。不过这个乌克兰外交部啊，他对这个上合组织峰会结果
啊，他发了个评论，他这个评论也很有意思啊。他说这个本次峰会主要成果文件就是天津宣言，并未提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他认为这个啊，就是天津宣言中对俄罗斯的战争只字未提，这恰恰说明俄罗斯的外交失败，克里姆林宫再次遭遇挫败，其企图把世界描绘成在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上的分裂状态，企图制造一种假象，好像欧洲和北美之外的国家对俄罗斯抱有同情性的看法，并在战争的原因、后果及解决途径上倾向于俄罗斯，但这一图谋未能得逞。也就是说啊，迪宝老人想拿这个丰和、上合组织峰会这个宣言呢，给他背书，给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找这个合理性，但是啊，失败了，因为这个宣言里面只字未提。简单点说啊，就是继续打。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着，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